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高本，欢迎收看福气来的。好食点评的大家应该有试过牛筋汤，也是太腐吧？太腐就是用个白色的皮包顿慢慢封条的个点心么？不过大家应该冇试过用黑头发做出来的蓝色太腐，也是讲加上金元发做出来的牛筋汤吧？按贴的点心到底是蛮想出来的呢？今日节目呢，请欢喜邀请到来自屏东竹田喜事村的郑水米姐来到现场来分享其爱点心之路哦。今日接来分享佢吧，水米姐分享。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我係來自竹田鄉的喜事村鄭水米，今日帶埋歡喜來到那裡分享我的點心。水米姐分享我，等一下唔但請我嚟聽你嘅故事，還可以嚟試你嘅做出來好食點心哦。好啊。水米姐，你面到講啊，頭都講唔睇喜事村嘛，錯冇？一般來講，個點心應該睇個都市度嘅地位，怎麼跟你嘅點心嘅店面睇個喜事村地位，西方係客莊地位呢？由於我哋生意嘅限制嘅時節，我哋冇愛賣點心，好一行一個月。所以講我哋就從生意嘅限制嘅時節，我哋這個就為了本生意嘅事，就食個有嗰個健康嘅東西，我哋會想，咁我哋自己嚟做，我哋對那個就唔內行，所以我哋就會先去看書嚟做。嗰種本上唔係學嘅餐飲咧。唔係，我對餐飲我唔係讀本科系嘅。按你講嚟，為了生意咧，人食得個健康個安心，人開始做嘅，學做嘅。唔過本上係喜事人嗎？唔係，我係從美濃嫁過來嘅。你係美濃嘅客人，嫁到喜事村入邊。原來係呢。唔學嘅像看書都學唔會做一個點心咩？厲害哦！冇啦，係啊，因為我哋開始嘅時節就看書，咁我就看電視。過後做出來點心是蠻好食啦。唔過看我到天然嘅時節，生意攏講我唔會食咧。唔係啊，因為唔像嘅老闆賣可能有加碼嘅東西，天然嘅可能面試就失敗做起嚟，應該係安尼吧？我哋就唔對啊，因為後擺有地像講饅頭嘅花油嘛，我哋看到天然嘅時節就硬硬嘅啊。係啊，冇人喺度，有冇人喺度時節就會失敗硬硬，生意嘅硬硬就唔食啦。我哋就會印象講，即家做嘅原料，要變到會乾隆血，去調去乾隆血，所以我哋就會印象講說，用乜個辦法來解決那個事情。所以我哋去買材料嘅時節，我哋看到材料行，有啲教人做，有老百姓上嚟教，所以我哋就想講，我哋可以嚟學，係啊，去學嘅時節，咱哋講，嗰度小細節，我哋唔知嘅，係書行冇教，係啊，有經驗嘅師傅，咱哋啊講，細節睇哪樣做，係啊，所以講我哋學嘅時節，我哋咪甲問先生講，做乜嘅我哋做相同嘅東西，我哋做出來會安尼，伊就面度講。迄個有全部攏寫書方嘅，伊就唔是講教你嚟啊，係啊，攏擺喺書內嚟啦，係啊，所以我哋就變到所以我哋就花時間，給他嘅材料行是唔是花錢啊？伊個買材料，伊就會免費幫伊上課。你唔買乜嘅，嘟嘟好，乜嘅課都批下，就批下可以去上課啊。所以去上課拿貴去食啲東西，生意就講好食。以前做冇用嘅，所以講我哋這邊就講，剛來好好食，我哋就會來吃做，就算上買材料過去做啊。嗰種而家點心之路開始，個初衷都係講一本生意嘅事，媽媽做出來嘅點心。係啊。原來係安尼。唔講，可唔可以唔去考嘅執照嗎？證照嘅啫。係啊，佢經過幾下年嘅，因為咱開始學，學誒。做出來，陸卡冇也會食，係我哋就會拿去本人分享，尤其生意嘅同學，係我哋啲學講行做志工，係去嘅我哋就他家志工媽媽啊，冇就先生啊，生意嚟創作他家先食。
啊，说咧伊面都讲，伊就讲好说，也唔好说，伊拢我刚刚来讲。因为他个是因为这个算妈妈做出来的嘛，今日会互相分享嘅心得同讲，错冇？系啊。安尼咱一步一步过进自家做出来嘅点心。对。今日做回馈到后背的时间，哪个时间咱起心动念讲，有一个想法，我来做开店面咯。因为伊说过后，伊有问到讲，现在去路边买相同的东西的时间，伊问到讲，爱说爱的点心，感觉就无相同，味道嘛是把无相同。伊就会来问爱讲，上摆饭安尼说的东西啊，安尼可以听无？就讲，俺又无唔要专业的，俺想做本身人的，他甲分享啊，讲敢无做他家来做，系啊，有台湾妈妈因就对点心无兴趣啊，系啊，伊就来他把为了天书可以爱做，伊就可能俺用的东西，真是就唔会差，就够安心，伊就讲做就他甲分几嘛不因的生意来从下说安尼。因为所有的妈妈佮各有时间，还佮对遐个点心做过好嘛。就像他安尼伫个做志工的妈妈啦，过后伊拿规去又分隔壁连沙说过后，伊又再多久来讲，俺隔壁连沙伊又爱啊，系啊，伊又讲爱的时间做妈冇讲拍本人说啦，那个应该来讲无法度好支付按多年，还是做志工做到后边分他家是点面事都自家做。伊就问到讲，咁无可能是有一道量，吼，俺就来做的就。唔好买按贵嘛，系啊，就算可能是按样买嘢，因为其实俺妈唔晓得算讲按样来买，系啊，按样来家私按样来听安尼啦。安尼算可能迄讲，做咧有口碑的有无？有一道的量，你买一道的，差不多算成本安尼卖的，错冇？佮他就说，俺成本一道，俺买个就用简单的包装，系啊，就这下摆事情尾面都讲。那个家私喺爱买的时间，我会买冇，我会先安尼想。最头下的时间就安尼个。系啊，咱比如他家弄生意来弄特殊啦，系啊，边都讲好啊，反正就是一个健康，他就像俺哋咧，给下俺哋妈妈拢讲，俺哋拢做分析的啦。真是的，不过安尼。所以你开店摕向下西装条地要开店，你卡对遐个事情有乜个想法吗？因为俺唔系真实的店面，唔系真实。俺嘛咱那2年咱办出来，有安尼的态度上，因为俺之前拢对路卡，做以工作室的安尼的方式，来经营。有人听，咱有做，迄个无的话，就后摆想到讲，即个要有新的东西，咱试做。佮后尾爱成立那个工作室的时间，当然先生伊迄边都讲，刚有，因为佮后尾俺用的时间就用洗头的烤箱，伊就面都讲，反正个洗头的烤箱无几多钱的呀。老板用落好。路卡佮米佮路卡一天会有的嘛。米方来甲讲，尤其中秋节的时间，伊可能拢伫因灯个烤箱的时间啦，好不有一太多的东西伫个灯唔前行啊，过后就甲伊讲，烤箱摕洗台，来温太台好无？系啊，面到毕竟讲嘛要跟先生参详嘛，伊就讲，敢有需要，讲做诶，伊讲看像做个中秋节，过后咯。讲平常可以再做其他东西啊，慢慢的来啊。所以佮遐做面吼，伊就甲来讲，反正即个感觉啦，反正伊就本来佮太空间啦，伊就讲即个要兴趣，即个要，伊主要就甲讲一句，路卡久得多，生意也久得多。反正唔会去耽误到生意的功课个掉，系啊，就用生意的特殊的时间，就下去做完嘞。嗰座先生面都讲，卢卡本来支持咧讲，卢卡久会多又可以加减同卢卡增加一些收入安尼嘅。意思讲，伊唔敢希望讲我可以增加一道收入啦，因为伊看到讲，我问太头的烤箱的时间，佮价钱差按都有嘛，伊就变到讲，好啦，本去搞一个兴趣嘛好啦。反正卢卡久会多唔。系啊，伊就反正伊就讲，反正伊嘛相同，
安尼就以为中心安尼啊。系啊。不过谈讲先生本身唔好食点心的，也适当做点心之后，会不会就记录变好食点心的啊？因为伊本身就唔好食甜。按点心。伊除了真传之外，点心伊会消失。哦，系啊，青豆色来乱的啊，咁唔好食点。所以伊对那方面伊就无嘛有兴趣。所以过后慢慢的啊，就是说，他要做到咸的东西，伊都有鼓励，就会比如讲，你刚刚吃一下，吃可能生。哦，叫的记录。伊叫的过后，伊即感觉无嘛感觉。过后叫的过后，甲别人啥？辅导伊，也系讲介伊甲个好嘅朋友，有适当嘅时间会介伊讲，人家嘅做嘅嘛个东西啊，过好食，每可能是伊来叫好好做，伊就咪都讲，他教侬啲嘅，有兴趣安尼啊，系再加上讲诶，会去买嘅呢包装，要再来包，系啊，伊就咪都讲，安尼可能有卖相，唔会差哦，唔会差安尼。就看摆看到，尤其年节的时节看到爱做的东西，一批一批有人来拿，因为做事的东西一投资下去，真是冇办法后退啊，系啊，冇退路的嘅，因为我引来引导东西，唔会引来引销，所以就跟原本路卡有课堂的，变得冇课堂的，所以摆古了摆20饭的时间有冇，连吃饭摆做。年节的时节，连吃饭的地方有冇诶？张伟办嘴啊！其实嘛，足感谢俺先生啦，因为伊对安尼，伊嘛唔会去跟抱怨讲，俺们冇地方好坐，冇地方好吃饭，反正伊面讲，反正青菜色，吃得饱就好诶，系啊，冇简单诶，啊，说明这安用心。所以米方俺们就多伫路杯，就伫路卡路杯诶，有请到一个店面。嘛，过拄好啦，系啊，就讲，甲有牵动，就办出去，卢卡就有在回复，有一个课堂可以，他家己看电视撮了完嘞。原来安尼，实在无简单呢。哇，原来水米姐为做点心，系为着一本新年呢，食得个健康个安心。不过水米姐到底做了哪条好食的点心呢？原来休息一下，马上继续来介绍咯。上一摊我哋啲嘅水米姐做乜嘅想要来做点心，不过我最好奇也系讲水米姐做嘅乜嘅好食嘅点心，我哋夹夹来了解一下吧。水米姐，今日你一条向带来嘅点心，错冇？系。安尼看我来按道方，我对哪一方开始啊？咁我哋先对牛筋汤嚟说好。牛筋汤好啊好啊，按个顺好多好用做好切好嘅，安尼3方嘛。系。观众朋友，我哋来试讲咧先，一3方到底係乜嘅面試嘛？我對拍攝的一個先開始好。我先試一個，看下先係乜嘅面試。就是他團看咧身底部有加乜嘅東西。好啊，看看嚟泡泡。嗰當然當講到，佢拍，佢像冇乜嘅面試樣咧。冇咧，有個清油面試，我識到觀眾朋友，我識到有清甜嘅牛腩面，同一個清香嘅唔知乜嘅。從人哋堅果香嘅面是清香咧，佢人哋米嘅杏仁，杏仁果，原來係杏仁果，錯啦，有個係杏仁。佢講對米嘅進口你來，人哋就先甲佢睇啲品質甲佢好嘅。我冇試過暗香嘅咧，有個牛腩面又清香咧，唔像嗰種假嘅牛腩，所以我哋清香。所以即係安尼天呢，人哋是哪條口面咯？咁紅對隔壁有紅色的食可能性。也個有18紅色的嘛。我試看下先。觀眾朋友，猜得到也個紅色的係乜嘅嗎？試一下都試出來。也個係人講。18的。也同條條跟牛腩面冇共樣，有個酸甜，係蔓越莓錯喎。我酸同條條跟牛腩面是冇共樣。有個應該嚟講，沒有這麼安講到膩口，有冇？因為伊有加到蔓越莓，有一個酸甜的感覺喺地方，所以也夾起來一個面試就冇相同嘅。地部共樣有個清香的一個杏仁，有冇？我生係兩種木香的香味喺嘴巴地部安尼交錯，那進去片呢？第3種咯。
伊三种那个吼，伊底部无信任，吼，本团可能生伊那个含的某个东西。好啊，安尼直接拿风来是看咱先好诶。好啊。哦，先看咱先。看入来嗰种有，嗰种有的人会讲，佢一点一点有诶，嗰种欧洲诶弄嚟，知道吗？按个色起来听无相同。观众朋友，要个糊说好就是把熟悉的味道，不过，迄个面到嘅应该系巧克力什么可可，不过佢有某种呢，某种巧克力嗰种甜甜的味道。都在买个啊，老师。一般错，一般唔错。那都在错个甜奶，唔错个有甜奶喏。因为伊含咧巧克力的原来的原料，就系可可。有人讲诶，巧克力要做的时间，一定伊也主要原料料，就可可，按个几笔多有带可可过来。对，含好的可可。系啊。可就会头先那个框框来充杏仁的，错嘛？伊那个也有韩国的。有韩国。观众朋友，你看，那个就是头头颜色的牛筋同里边有加可可啦。你想讲奇怪，面到像巧克力又唔像巧克力。你可以拿一粒盐味的，是可能是是得跟眼给干那些有相同，是迄个一定无相同的味思。真好吃呢。就像头头说的，原来可可韩式的迄个呢。有些把种饭条，唔过其他食材喺巧克力个淡一些嘅面丝，唔会苦呢。还唔像加工过的啦，伊那个就黏味啦，原来嘅主要嘅材原料。唔过老师唔用嘅，我想到原味加牛奶嘅啲，唔过唔用嘅想到我用蔓越莓同可可来做一个牛筋汤咯。因为今年嘢唔好食甜。有面都讲黏味嘅，伊就无乜嘅，有的人有面都讲无乜有变化啦。系啊，有的讲今年蔓越莓，伊对人的身体，尤其是某一年，都是蔓越莓较个好。唔过唔好抢人的食，食嚟为味。所以我就讲加定人的甜心地步看，因为伊不止可以加定人的糖的地步，因为可以减吐伊也甜吐，糖的甜吐，本身嘅口味更好一些。所以呢，伊蔓越莓直接安尼加下去，食起来感觉唔会味啦。就是讲安尼黏味可以是2块的话，连续可以是2块，蔓越莓可以是3块到4块呢。系啊。唔过嘅蔓越莓同杏仁黏味嘅杏仁係因为材料唔係人哋推翻嘅嘛，本身冇嘅成分。有嘅可可唔係用菜體嘅嘛？安尼用菜體嘅。菜體嘅品種入邊成分。品種就有啲推廣安尼那個可可。係啊。唔能用嘅係前日嘅可可呢？因為多安尼呢度那個安尼本身關門，佢就有一個可可嘅工廠。不過而家係呢有啲種子有啲安尼教學。安尼那個可可那個係一個呢度呢安尼草藥農夫。伊研即個種誒，伊即個嘛還有種一個經營法。錯，人頭都有之前有談過吼，嘅經營法有講有加入嘅牛筋湯裡邊，唔過根本你清楚冇看到哩吼。因為人攏把伊個下尾咱開始的時間，有問來吃，俺個個吃過的吃過後，安尼討論的感覺講，因為經營法它伊看起來伊也實實，無安沉，按伊食起來唔會有過重的味思，所以伊跟糖的配合起來，唔會有乜個特殊的口味，所以俺哋就吃做的，俺哋食落去，因為唔經營法不用太多，伊會苦，唔不用太多的時間吼。伊會食起來會渣渣，係啊，我伊是把打渣嘅感覺，係啊，所以講俺就參詳過後，俺就冇再做誒。像講伊真是個養生啊，多嗰邊有帶經營法，嚟泡茶，也比嘛，係錯，試看下先，好嘛？啉看下先，有乜嘅味道？唔過第一擺吼，安尼看經營法，這才看看到幾個色成清醬呢，然後金黃色嘅茶水安尼。有時把淡淡的嗰種香味，香嗰啲花味啦。哇，觀眾朋友，
真期待一个金元发到底係乜嘅明星安尼，夾夾來試看下先。因為金元發洗澡過後，泡茶泡的伊就會再打開了，像安尼咧茶錢用的有冇？伊烘澡的吼，按泡的時間伊會再開轉去。老師，那個金元發好啉呢？好啉啊！佢個味道有冇淡淡的？唔像安尼食得嘅茶葉有冇？有會個澀一些。那個唔係，其實係就像安尼個香草，不過個淡一些，有淡淡的香味，啊有個甜味。安尼咧，佢你種誒吼泡茶啉，好啉以外，吼嘛可以嚟做安尼雞肉。做雞肉用嚟做直接用下伊就好。係，伊還有搭配鹽咧一個養生茶包。因為唔像安尼煮吼太淡。所以伊就講係搭配鹽咧個茶包下去煮。係煮嚟佢甲食咧嘛甲佢養生啦。你講佢對身體也較好一些，佢金元發嘅功效都安尼嘛。不過頭頭除了牛筋糖之外，我一面都看到一個有一個清醬嘅點心啊，清醬嚟吃過那些，一個藍色嘅係傳說中嘅藍色嘅大福，錯冇？大福。安尼俺都好，也順口魚咧，俺就來吃過那些。我當年俺開始做那個食神出來嘅時間，我當年看到那個食神，伊嗰邊都講，佢嘛個食啦。有個人我覺得係加入嘅人工色素嘅種做出來。係啊，有就講佢嘛個食神，尤其上下，俺哋啲上下有嘛，老一批嘅講，佢嘛個食神，俺唔敢食。觀眾朋友，唔看，俺平常食的太傅啊，係白色的喲，啊，有個藍色的太傅，看起來親像藍寶石，像暗漿呢，真唔盼得食。不過，呢度我嚟吃看下先，其他米絲，還可以嚟試一下。好，第尾包嘅係乜嘅啊？鳳條嘅嗎？鳳條嘅。自家做嘅。那個係咧用溫蛋咧鳳條嘅，溫蛋嘅鳳條嘅。安尼應該先好食到，俺哋夾夾嚟試看下先。食的可能是米絲。有乜嘅米絲冇相同？老師有個鳳條嘅米絲清香誒，唔會清甜，像我哋老輩以前食的吼，個鳳條嘅清甜，有個唔會，我講甜而不膩呢，唔講有個皮清 Q 呢。係啊，你個皮應該有特別處理過吼。冇啦，因為我哋皮跟我哋一般咧，麻嗰啲嘅麻子嘅皮冇相同。因為我哋太傅嘛，係我哋太傅，係咧日本嘅太傅粉，唔係糯米粉。太傅粉同糯米粉其他差別喺哪？因為我哋太傅粉係咧日本進口嘅，唔像我哋做乜嘅，我哋去到日本，也係講我哋一個買嘅進口嘅嗰種嘅太傅，食起來嘅感覺 Q 度，嗬，安尼就跟一般嘅我哋嘅上下嘅嗰種嘅麻子，都冇相同。那種嘅因本因 Q 因好食，伊唔會硬係。老師頭頭我哋講嘅牛筋糖啊，有個太傅，佢能保存用嘅保存夠好啊。牛筋糖伊也保存時間較長，因為糖嘅有甜嘛，係啊，所以唔過我哋是嘛希望講可以冇保存得太久啦。都拿到係千用啲兩三年子，你意思係？冇糖嘅可以保存差唔多半年日。係，我哋因為伊可以多一整日，因為你只要底部嘅你嘅堅果，伊啊米絲冇走係，好就可以。唔過我哋都跟人客講，半年日之內，嗬，加得適合。人客都冇人講，唔係咩嘅，我係加適合，可以再嚟買講係啊。係講咁我哋一年做一擺，錯冇？咁我唔過後我到過年前嘅時間係做結束，我哋了做後我就冇再熱咧。老師，除了頭頭講嘅保存時間，佢可以不用冷凍冇？不用冷凍，也不用你冷藏攏做得。唔過有一個缺點。伊變誒，因為也變冷土特冷嘅時節，伊會變硬。真是啊！以前變冷凍時候來種生條樣嘅。唔愛食嘅時節，我拿出來推本。我拿出來推到嗬，我明起度有時把在圓圓嘅時節，人可以食。原來安尼。哇，觀眾朋友，真好食嘅點心呢，唔過唔單止安尼哦，休息一下，我哋馬上過來。水米仔點心實在好食，不過還有其他還唔曾介紹到嘅，我哋繼續嚟請教水米仔咯。
什么子？头头俺哋是咧个太傅啊，俺想我请教你的问题哦。你怎么可以想到同个贴头发同太傅安尼结合腔下呢？因为贴头发去年呢，其实前2年就过流行的。流行一阵呢。系啊，流行一阵。啊，讲卢卡顺后啦，尤其卢卡的篱笆风拢有种。因为咱开始的时间，咱讲开的时间个食。有啲俺们开始流行的时间，俺们就会说，讲可以加伫安尼个饮料底杯。俺们后面可以加伫安尼点心底杯。所以呢，俺家俺就面到讲，每摆做太傅的时间，拢拍。系啊，就无嘛个失神感觉。就面到因为俺的太傅成为俺们竹田，俺们竹田的伴手礼。尤其俺伫竹田集庄，有伫高科。所以讲俺们竹田集庄嘛，计虽然讲那个太傅做俺们那竹田集庄的伴手礼。变做一个特色的伴手礼，所以本上都对应你的想法。如果讲做嘛个人家可以来做饮料，更加你都加入你太傅里边，变做一个亲切的种蓝宝石安酱的个点心。系计吃的做出来时间，给欣赏学生的就变做哇，挪位啦种个食神。系啊。真是亲讲。就变到俺就讲大家喊你贴头发。就变成讲加盐可以来吃可能生。尤其俺们第一摆作为俺们咧学讲的主人，以松本人下的时间，研究要觉到那按特别，老本老毛。俺们主人就讲俺们客家人咧南山。做起来个南山系咪安尼相同的食食？错。莫讲系咪无面多呢？个南山同个也个蓝色腔样。系啊，所以外面就讲所以你讲较近咧，俺们爱松本人的时间，俺们就用那种食就好诶。都代表俺们个客家个精神，伊个文化的地位。按多米方爱讲样，伊伫讲有用那个东西来做的时间，伊就讲甲亚里巴来冲起来种好诶。嗰种贴头发迄年自家都种诶，种诶，伊明日折渗透，日头出来的时间，因为伊要日头出来的时间，反而会开。开的时间伊就去摘。大早就去摘，摘伊就伫无头风晒。晒期限日，拢用日头安尼晒，晒伊早。因为安尼晒诶，伊就拿本来就可以家好保存啦。咁无黄米包要用那去摘乱菜啦。错。一下要用的时间就冇用到。有班诶就用到冇的时间。结果去要去给人买。老板买贵。又唔抵讲用你嘅。用来做出来保存的，用你的环境去种的，用来晒，所以讲还是也系即家都卡种的可能都会甲个食材啦。这个种又无啥药嘅可安心，因为那个贴头发伊是过好种，伊又唔是杀药的，是讲即家都卡体内。真是拢无伫个用药的啦。老师，你底下讲青蒿是鸡卵糕，头头除了亚量的点心说咧，今看到有带了个鸡卵糕，请尝试一下，先来上个来先给面试好啊，你是可能生。呀，个鸡卵糕，迄底尾包嘛个呀？可能生应该个可能就底吧。包肉脯的嘛。嘿。呀个嗰时个鸡卵糕系咸的。嘿，咸的。因为一般人。鸡卵糕拢甜的，俺卢卡人刚好是咸的，所以有等于就讲，俺就做咸的嘛。我家下面就想讲，甲来做咸的，要用乜个东西来做，咱有几种的香味，俺想讲，葱的可以来做馒头，就可以做乜个，说甲可以来加俺的鸡卵糕底杯去，俺底杯说甲肉脯，俺们平常拢伫个食咧，是讲肉脯的品质，俺们就爱写来啦。已经俺无法度自家做啦。但是等一下唔紧讲，俺先来试一下个面试，无经常啊，也个面试清香呢。那个鸡卵糕好顺的，老师。是啊。因为有时候人讲诶，其实俺们。个习惯个好是一种西巴咸，跟面是咱唔会全部拢甜。对，你唔会太甜啦。俺有加上安尼个葱的香味，佢就冇相同啊。哇，观众朋友，我想到除了太傅啦、牛筋筒那种甜的点心，个好是之外，
连遐个鸡卵糕咸咸的，也真好食呢。底尾啊又加上个肉脯，又有个葱的香味，哇，是烘的，冇香香哦，不会腻口，真好食。哇，老师你遐个鸡卵糕应该卖真好吧？系啊，因为鸡卵糕有个多种的那口味，按吃下来，那个口味下面把做鸡卵糕的时间，他家一天都会听那个。甚至那他们人买热，伊就有个人客，伊就甲我讲。敢听人买热的鸡卵糕，我就写个多种的口味俾，伊从不拢唔伊讲，我平常敢听那个肉脯的。哦，老师，你除了那个，我睇到拿一个鸡卵糕，还用酥拿嘛？拿啲酥唔会真油呢？唔会啊，因为我哋冇用嗰度油啊。哦，难怪。我哋底部全部都用油呢，唔适起来伊鸡卵糕的那个口感。系啊。真是用个真材实料的材料，唔系用奶粉啊嗰种嚟做的嘛。哦，难怪其实人哋平常就是个鸡卵糕有冇，拿烘落去个就个油有冇，系啊。有地方油，伊食起来咱唔会那个涩涩的，系啊。你食烘来算健康呢吼，真是本身你是也轻度吼。不过老师除了一条产品之外啊，我看到你后背还有带一个算伴手礼头都有公道的嘛。系啊，你可以同人介绍一下一条伴手礼。好嘛？那个包装就是俺哋去请的，因为下摆有嗰多年来问俺哋讲，俺哋后面有去做俺哋的示范，因为俺哋有买有去问厂商啦，俺哋香港那个指头的，迄个俺哋爱去做俺哋这家的示范的话，俺哋要爱请设计，按量要个太，按所以成本拢花伫嘅方啊，就免到讲冇花唔来。因为成本太高，冇法度好嘅。唔就迄个东西囤咧摕到自己，讲多时间吼，你嘅品质会唔好啦。嗰种喺上下嘅设计啊，同行销嘅成本回馈给本嘅消费者，都讲俺是原料嘅成本嗰个唔怕，都包装都简单一些就错了。就先有简单的包装，其实员工版的包装没个讲。系啊，俺每年可以温习啦。唔怕俺最重要俺充掉喺俺产品嘅内容，内容係quite好啊，包装個普通一些，唔怕。俺有。渐渐啊，去买先到讲，有自落的，有拖的，厂人本人去有个选择，研究讲，唔怕，反正这个是咧，咁我见当环保，系啊，见当讲求环保啦，伊就讲简单就好，可以包装。像药片係普通賣嘅嘛，錯嘛？係有嘅係送本年嘅伴手禮禮盒嘅部分。有第一年都講唔是嘅按複雜啦，有第一年我係講，咁我學辦好嘅。真是啊，都上你知道學辦唔梗係就在增加一些了咧，係啊。老師頭頭有講到誒各種嗰片雙科，係雙，點解想到係各種雙科呢？各種嘅有各種嘅部分，有雙元咧，你嘅。記憶班因為見各種有嗰度在職記憶，係啊，有所以人哋有個人上課，又係有一個沙琪太學，沙琪太學又係幾教？平北沙琪太學，人哋係咧昨天嘅分班，人哋嘛間加昨天各種嘅教室，係家政教室第一上課，因為人哋做啦第一東西，係攏愛有設備啦。係啊，各個齊全。嗰種唔就提昨天嗰種教嘅記憶班，又提嘅沙琪太學上課，哇！老師你是在去磨行嘅？唔會啦，因為就香港反正嘛啲碌卡附近啦。你上課上一久嘅？上課上嘅10年咧。10年，都夠一到4年咧。佢是教課嘅時間。10年咧，其中一個月教過青島學生嘅嘛，學生嘅有同咁樣。學嘅之後，佢出去睇香港睇賣啦，又係去做生意嘅嘛。沙琪太學誒會教佢有，因為員工沙飛人士，咁我就退休嘅。其實我哋沙琪太學到嘅，我本身學到嘅啦，嘛個到啦。因為我咪講，因為我哋去交流樣嚟啦。係啊，因為畢竟有地位講啊，邊個啲人幾個睇啊，係啊，所以講後尾伊來學我哋咧，經驗，學人哋咧做出來嘅點心，俺哋啲生學到嘅係咧嘢咧，
无相同的经验。互相的交流，学习如初的。系啊，尤其我哋咪办办发通的时节，吼，那着阿姐啊、阿哥啦，吼，拢过支持。系啊，伊们都讲，唔好来去欣赏天书，哦，落去运通用嘞。系啊，因为我哋去办发通吼，我哋拢会去那个，像讲华山基金会的老人家啦，你同个社会的单位天书，你关怀，按做俺哋咧点心，过去辨识，系按家人去互动，系批人去讲法啦。因为其实俺哋蛮对为人做嘛个啦，按香讲，俺哋按哋攀按多嘅发通下来，也面都讲，你来跟俺哋冲下聊，吼讲法，按哋研究过分体嘅，按再加上讲，适当俺哋咧点心。研究人讲哦，真是好事。对个人健康呀，对人健康，按过所以伊谈到那条发行啊，学生个个伊就够有心情。系啊，甚至俺哋一个学生个吼，伊今年学会提4年的。哦。一个70人岁的吼，算个阿妈，伊做阿祖呀。等下有个阿婆70人岁的，做5年学生的。哇！伊今仔日学的时间，伊就讲，伊就较憨憨。伊生年咧拢伫安尼国外啦，系啊，无拄来咧。伊就讲伊也谦虚，按做个按学多紧，过后伊今仔伊就家也感想讲，只要身上有滴啦搞一日，吼，我身体还可以，我就会来。哇！伊从潮州。去眼镜都足甜，所以讲其实潮州都足甜嘛，有条路啦。系啊，本人个感通咧，我味道会送你啊，课都安尼。对啊，尤其咪别人拍发通嘅时节，伊就讲一句话，先生，拍马发通我甲讲哦，系，我有限啊，一定会出来。所以讲到面方我就感觉讲哦，真系个感谢那条学生嘅，那条咩讲元老啦。我就唔是讲，我多嘢咧年纪嘅时节，我唔对还有那个动力可以去学其他东西么安尼。系啊，我两个人都要充学习，强用。系啊，哇，嗰座发到咯，好多咯，系最重要嘅。天门店唔但唱出嚟好食嘅点心，也谈系水面者精彩嘅故事。使我最感动嘅呢，系水面者味道爱本身人呢，食得个健康、个安心，其自家去好。好不嘢呢？唔但唱安尼哦，含9年呢，哇，实在本来真感动。今年请感谢水面者来到现场，本来呢，谈嘅安精彩、安好食嘅产品哦。感谢主持人，感谢大家。所以按久嘅，等一下呢，让人叫下藤顿老师来做运动咯。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又来到好好运动的时间呢。我亲爱介绍，我系王振祥，来自于屏东县长治乡，积极导演屏东分会。今日呢，另外两身后的2位呢是陈先生。今日所介绍呢是上进雅长，上进雅长呢是我哋呢原我哋呢学习。同我哋呢重复嘅学习循环，更加都同观众朋友做一个示范。首先呢，我哋呢2只脚要打开来，2只脚打开来呢，要趁我哋呢脚呢要检查一下，我哋呢脚有像铁路一样平嘛，平过来呢，我哋呢卡啦下呢要坐下去，思维要坐下去，卡啦下表上来。我哋坐下嘅時間，我哋呢人生呢重量地好腳站，嗰腳站呢會打到脈，所以我哋要移一下人生，移到我哋呢腳盤嘅中間。過來呢，我哋呢樹呢要扭向起來，樹扭向起來係幫我哋呢血氣循環，樹會到我哋呢氣頭，樹會到我哋呢樹把上行，樹把上行。過來我哋一樣呢，時候都講我哋啲思維咪先放下去，營養嚇。慢慢嚟飲，一種嘅飲法呢，佢多種。有人呢講，我嚟飲，佢從一種嘅準用嘅。但係我要同觀眾朋友做試嘅示範，讓嚟行到準得咧，讓嚟行到嘢，也係嘅上進雅長。觀眾朋友啊，想做一個正確嘅上進雅長，嚇，係慢慢嚟加強。速度慢慢嚟增加哦，也係我哋做，我哋要講話上進雅長做乜嘅做嚟工作，
像这样长做的动作是用我哋的气血，我哋的气血是用，講我哋的倉庫，按摩我哋的倉庫，我哋的倉庫呢伫不嗰度內倉嗬，我哋內倉嘛是愛我哋的血氣落做循環，所以我哋做嘅時間要檢討表上嚟，卡拉好表上嚟，我哋的腳盤。髖關節嘛，要表上來哦，也係我哋要注意，我哋所做嘅練動作吼。觀眾朋友，我今日同觀眾朋友做一個示範講啊，如果人做唔到像我哋呢動作，一樣嚟做一個，我做一個吼，我哋明白會翻到嘅。睇下觀眾朋友注意講，我哋呢切頭，注意看我腳哦，我哋呢切頭。如果觀眾朋友講企喺下邊上，亦都安尼。安尼吼，安尼係對內，係對我哋的切頭，安尼對我哋的切頭歸順咯。你又講歸順，因為我哋的力頭，我哋眼神的力頭，我對我哋切頭吼，所以要注意我哋的切頭，唔係安尼顧下伊，對內做個同檢視觀眾們此外檢視我哋的眼神，又講來我哋企喺下邊下去做個動作，也係唔錯嘅樣，你又講唔錯。我安尼切頭下去，我眼神的力頭，我做我切頭吼，所以也要注意，也係一個磨切頭的磨順，也要注意事項。過來呢，我示範呢係講啊，我哋對內表上，對我哋也就伊，我哋呢是卡拉下向後背，我哋要坐得呢，我哋係咪我哋呢卡拉下表上呢是會咪放下去，我哋係咪安尼坐得呢？安尼坐得呢時節，我哋呢眼神的力量我哋內，我哋後腳站。第後腳站啊，但係眼神平安尼移通，即移通嘅時間呢，要注意，我哋移通。如果我講啊，觀眾朋友，我哋企喺下邊上，我哋嘅眼神第後腳站要移通一下。如果觀眾朋友話咧，嚇，安尼會打動脈，嚇，示範咧，安尼做打動脈嘅要注意呢，我哋企喺下坐下去過後，我哋檢視我哋嘅腳有順冇，我哋嘅力量喺內。我對我嘅腳盤移過來，我好嘅哦，吼，我安尼有穩了，對我嘅眼神嘅重量，對我嘅腳盤嘅中間嘅哦，安尼都錯嘅吼。過來呢，我樣嚟開始演戲呢，有位觀眾朋友話安尼，吼，觀眾朋友話安尼喺哪？喺我嘅胸前同我嘅腳啦下搖晃來安尼個像瀑布樣吼，安尼瀑布做。第一點，那一隻一點痛，我切頭啲印象起來，安尼印痛，安尼冇對眼神冇講過好啦，所以要注意下，我哋唔係安尼，喺我哋呢卡拉下表上嚟，我哋坐下來過後呢，對腳盤天天嚟，仲有我兩隻腳向天嚟引領，也係正確嘅喲，兩隻腳。平向天嚟下嚟，引領下伊，我都講啊，同我眼神講，我兩隻腳向地下引領下伊，領下你躺地內，點解哋腳拍？你躺地腳拍，安尼引領下伊喺度，有話嚟用準的咧，用準咧用咧唔係講唔好，安尼準咧第一，我哋呢肌肉，大腿肌肉會縮放起來，大腿肌肉縮放起來。安尼準嘅時間呢，我哋呢腳會滾熱，會唔爽快。譬如呢，我哋呢倉庫嘛會停到我哋呢肌肉緊張，所以也係冇講過好嘅示範嗬。所以我哋做嘅時間，我做一個正確嘅動作呢，示範呢，初到我所講嘅呢係觀眾朋友要注意嘅地方。所以啊，更加我做一個講啊，唔一樣嚟坐下去會歸穩，坐喺歸穩到我哋呢企啦下。我哋呢卡拉下放下去，像坐凳一樣放下去，重量啲腳站唔怕，我哋用腳盤也都有。天咧，推我哋呢用我哋呢兩隻腳盤，影響天嚟下，讓正向影響天嚟下，天天嚟讓，也係我哋先訓練我哋呢腳，因為我哋呢兩隻腳呢縮落嘅，再過來我哋呢數，我哋呢兩隻腳縮落嘅，我哋呢數拿行起來，數拿行嚟用意係乜嘅？我哋如果講安尼係講幫我哋呢運關節表述，數拿行起來用意係幫我哋呢起頭，數一啲我哋呢巴掌哈，數巴掌哈，所以第一安尼做嘅時間呢，
注意，唔要注意人数巴掌，嘿唔係，我哋咧數巴掌會很，個像魚頭龜包，魚頭包呢會同我哋咧所有嘅血氣呢數喺底下，幫我哋咧心包緊，數行起來，然後我哋咧心包緊，係點解數講啊數字嘛，我哋數字中間。係我哋咧心包緊嘛，所以啲壓縮嘅時候，一方面係訓練我哋咧倉庫有順毛，我哋咧倉庫啲背有按摩到嘛，也係我哋重陽，幫我哋咧陽氣呢，啲我哋咧倉庫啲背呢，所做一個循環，我哋咧啲背內倉嘛愛陽氣囤一個空間來俾佢做一個調整，第一調整當中呢，我哋按嚟樣，以為會有一個空間出來，空間係俾我哋嘅倉庫有一個循環嘅動作。所以喺做嘅當中呢，我哋注意下，我所講嘅呢，我哋要注意呢，注意觀眾朋友，我哋所做嘅呢動作要注意呢就係第一點，要注意我哋嘅鏡頭。同我哋咧數棍，我哋咧鏡頭有變數嘛，我哋咧數棍有變數嘛。睇我哋咧數棍，有個人數棍我長下清太啲，我嚟營養，我嚟營養。也係數棍長下清太啲嘅時間咧，我哋咧肌肉會過痕，肌肉痕會撞到我哋咧眼神咧鏡頭綁痕，所以我哋嗰度鏡頭會磨平。所以有個動作咧，要注意講啊，我哋咧規身咧不要做。元素，我哋咧規身咧元素過後呢，我哋咧倉庫哪會停有空間出來嚇，所以啊，觀眾朋友注意嚇，而家觀眾朋友崑崙天師來聽我哋咧好好做圓通。做圓通嘅當中呢，第一點，我要注意人家腳牌有變鬆嘛，鏡頭有變鬆嘛。鏡頭變鬆，我哋咧數棍有鬆嘛，也所有嘅眼神變鬆過後呢，我注意呢，注意我哋咧鏡鏡，我哋咧鏡鏡有時間呢會冇變鬆，冇變鬆呢，我哋就係會過硬高啲嘅做嚇，我哋咧鏡鏡變鬆，我哋咧血氣，那會衝對我哋咧頭腦腔，所以也係做一個。上次也講嘅示範，觀眾朋友，受到所示範嘅係上次也講。觀眾朋友，那聽到崑崙天師來聽我哋好好啊來做，下一次那來了。